雖然而家已經踏入21世紀，但係世界並冇因此變得更美好。好似殘疾弱能人士咁，就算去到2000年，佢哋喺社會仍然面對就業嘅問題。我係尹國豪，我喺中心裏面學做蔥柱啦、切菜啊、做侍應訓練啦。除咗學做技能之外，我仲學識做人嘅道理同埋應有嘅工作態度，仲認識咗好多新嘅朋友。我係翠兒啦，我喺中心學咗基本飲食嘅工作技能啦，同埋喺中心度都安排咗一啲形象與儀容嘅訓練，可以提升我哋嘅個人形象啦，同埋行出嚟都有自信心啲啦。香港明愛係服務社會上面最有需要嘅人士。今次明愛康復服務同太平山青年商會合作嘅愛與望飛翔殘疾人士就業推廣計劃，就好配合我哋機構嘅服務宗旨。我哋相信殘疾人士都有多方面嘅潛能嘅，透過有系統嘅訓練、實習同埋適當嘅工作配置，我哋覺得殘疾人士都可以發揮佢自己工作上面嘅所長，貢獻返社會。我係范迪啦，我而家喺康寧茶餐廳工作緊，都做咗1年多。老闆嘅菜單俾好多嘅機會我發揮。喺餅房我會做麵包，我喺出邊都會做個廳面，我係則時係個侍應生，招呼啲客人，我就要落單啊、執枱啊、賣嘢啊等等啦。我期望啲師弟師姐好似我咁，可以有一份工作做，同埋多啲嘅好嘅老細請佢哋做。我哋太平山青年商會係一個國際性非牟利嘅組織，一直以嚟以服務社會、訓練自己為宗旨。35年嚟，培育好多出色嘅領袖，提高青年人對社會嘅責任感，加強青年人嘅社交網絡。今次我哋同明愛康復服務所合辦嘅愛與望飛翔殘疾人士就業推廣計劃，的確係好有意思㗎。我都好開心可以有機會指導一班有心有力嘅年青人。呢一個計劃由零開始，喺完全冇資助嘅情況底下，去到今日，我哋贊助同埋支持嘅機構已經超過咗20個啦。其實健全嘅人未必可以體會到殘疾人士喺日常生活中所面對到嘅困難同埋挑戰，而今次呢個計劃就係幫助呢班殘疾人士去發揮佢哋潛能同埋融入社會，令到佢哋好似我哋咁樣擁有平等嘅機會同埋權利，給他們一個機會，給他們一個機會。